剛出生時滿希冀，並無異樣。飲奶拍背冇反應，父母緊張。牙牙並未能學語，未能勉強。查問醫生知去向，只剩一張。誰知困難才剛開始，未能讀懂人心思。肌肉僵硬似石頭，如群腦裏出亂子，嚇怕旁人被討厭，也不自知。何解這症狀會出偉人，卻不是我？何解叫高功能，我卻沒有獎慶賀？沒有專業，我的人生可以怎樣過？難道只可以被笑話持續地出錯？何解我愛說話，卻不會閱讀情緒？何解我愛自由，卻只會跟從秩序？何解我創意無限，卻畫不出精髓？難道我真只配活在懷才不遇裡？剛初中時學認同，並無自由，觀望愛侶盼交往，如愛戰鬥。大學定能成就我，盼望奮鬥。無奈找不到去向，拒見好友。曾經以為尋到方向，在人事裏全身傷。指望綻放我理念，總令大眾也緊張。盼望旁人做改變，就最理想。何解這症狀會出偉人，卻不是我？何解叫高功能，我卻沒有獎慶賀？沒有專業，我的人生可以怎樣過？難道只可以被笑話持續地出錯？何解我愛說話，卻不會閱讀情緒？何解我愛自由，卻只會跟從秩序？何解我創意無限，卻畫不出精髓？難道我真只配活在懷才不遇裡？聽高音頻韻心率，看內像樣。飲淚嘆氣再適應，認我緊張。祈求困局能直播，無人勉強。期望不解終會破，只剩一張。